吴老师的笑点很难捕捉。你没笑点。哎，没事儿。你也不吃葡萄吗？来，我们收走。我们再来一个。不吗？好，调整专业了啊！哥，我喝。哎，这是够手了，够手了。不，其实这有个很严重的事情，请你们务必帮忙。啊，成功了！我的小眼镜没戴了。哎，不好擦呀，演不下去了。我也得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好吗？找你当朋